星星。来，快点整关了，还没有人来看我喝酒。两杯咋了喂？哇，你手叫了你，舌不头你，你舌不头 ，OK 吗 ？Good 啊。真招兵，简招兵的 ，OK， 大家好 ，OK， 大家好，晚上好，喝酒啊，有地方去啊，冲，鄭國星，阿志強，黃建一、楊富熙 ，Selina， 阿面，晚上好。刘芳芳，每一次呢，安哥父，吴伟龙啊，太远来啊，有几远哦你几远太远来？哇，为了整罐啤酒，今天要早5分钟来做直播，联系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慢子良，因为外面。很多高手8點半、9點攞1萬了，你當我做直播咁樣，冇辦法喎。阿木松，不是阿趙宋星星啊，歐陽靖強，嘿，謝謝你們星星今晚上。啊，什麼辦法啊？啊，一定要靠真心的嘛。王上。Stephen， 連希望你好，林文龍，楊富，刑法，咧刑啊，黃玫瑰啊，黃玫瑰，阿炳亮，何亮不可以爆啊！現在，哎呦，今天沒有看到一個視頻咩？一个马来的老人家中了 COVID 要上那个救伤车了，不是他儿子还是次儿，还是跟他闻他的手，闻他脸那样，真的唔知死啊！为兄弟说唔知死啊！怎么你有这样没有知识啊？哎呀，唱首《春天里》啊，没有音乐啊，你拿音乐不行哦，因为中版权，联系。我前天中了7首版权，哎，怎么搞的？我都不知道怎样搞，每一首歌都是有人家的版权，所以今晚上呢，唱智慧歌唱多一点。Irene， 阿亮今天好懒做啊，直播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他在针对我这个老人家的。12首歌有7首歌是中版权的。来，晚上好。哪跟你讲啊？现在的歌星，那有一个呢，曾经参加过黄明志电影的本地女歌星啊，龚柯允，她家居好像跟她老公去香港发展做事业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一年零收入，真的艰难的日子来讲。现在靠什么啊？靠卖榴莲在香港开卖榴莲的找刺啊，可以找到刺哦。生意不错。所谓山不转，路转，路不转，人转啊，肯去拼啊，不会饿死的。好，我讲真的，像我这样的75岁的人 ，MCO 期间呢，哎，等万字会中啦，万字不会中。等中新冠 COVID-19 人家，只是在家里做直播，等老朋友、好朋友、3星的人送星星打赏，进点e-wallet或者银行户口给我。这2个月，老实讲，真的谢谢我的好朋友，
我的忠心的粉丝，谢谢你们啊！今晚上我继续，我加油，谢谢你们，来，给你们一个掌声。好啦，今晚上唱多我这个，来，唱歌，很多高手，我跟你讲了，我今晚上来了 ，OK go。4x4， 哈哈。高山要高來，海水要淺，穩中要善，發揮客家精神。斜斜熱，又是雜雜後勇敢，太大苦不後甜。高山要高來，海水要淺，山中是淺，做起那要客家面。斜斜熱，又是雜雜唔怕苦，太大熱情要先先。遇到紅塵富龍怕寬闊孤前，頸朝向寒鏡來後面前。太監唔狂神眼教我開眼前，謀當是一路來困前。喂，高山要高來，海水要淺，看下天色，上一屋他先前。平平安這個真係盡得㗎，太監安前後方先。左右左，哈哈。高山要高來，海水要淺，穩中要善，發揮客家精神。斜斜熱，又是雜雜唔怕，太大苦不後甜。高山要高來，海水要淺，心裏是中途起那要客家人。斜斜熱，又是雜雜唔怕苦，太大熱情要先先。遇到紅塵富龍怕寬闊孤線，傾朝向寒鏡來後面前。太監唔狂神眼教我開眼前，謀當是一路來困前。喂，高山要高來，海水要淺，看下天色，上一屋他先前。平平安這個雜雜盡到㗎，太監安前後方先。耶 ，All right， 今天人按照來了。Jenny、希望、Emily 來了啊！高山要高來，海水要淺，看下天色，上一屋他先前。平平安這個雜雜盡到㗎，太監安前後方先，太監安前後方先。4x4 OK 吗？中期为什么其他人？张老师晚上好，阿妹好。真要問得氹問得夠咩啊？問得夠一頭咩啊？好 ，OK。ทีนี้其他人看到人家先來喂，김인。现在来水么 Peter Chan， 好 ，OK， 从茅山王还记得从红玫瑰，玫瑰你好，玫瑰，为什么你的名叫玫瑰呢？双写中跟我讲过，他的福建话叫米鬼，因为你刚刚出师的时候啊。那时候米很贵嘛，所以爸爸叫你做米鬼。现在你的华语是这样写的，玫瑰，其实你是米贵。掌声鼓励，我还知道你哇！我要给你户口这样快咩？
我再唱一首歌罢了哦，抄你个车牌。好，你看我的粉丝唱一首歌啊，阿妹好，就问我的户口，我的户口很出名了咯，整半年了咯，3089289327，我的是0193387076，啊 ，Team Song， 好，大家好，阿里妞来。喝完这罐先，李金忠，你怎样？身体好吗？最近好啊 ？OK， 看到你好我就好咯，大家一家人嘛，对不对？李金忠，张丽珍啊，我3个妹妹，大叫丽竹，2叫丽珍，第3叫丽青，还赶紧呢，什么丽的咯？没叫阿娇，没叫阿凤，没叫阿燕，也是有看吗？也是分享了，谢谢你啊，郭明，张丽珍就分享一下，张丽珍，你不要这样多粉丝，你这样的朋友，啊，今晚上，今天礼拜不是礼拜啊，是吗？你犯那个梦啊，给礼拜呢，啊？唔知道日子，今天 MCO 滚好，叶立秋我都不知道拜几年，也不搞错啊，少多你好，来，基本上唱我自己的创作歌，不要给版权抓到我痛脚，来为你唱首我的创作，做好漢啊，新歌來啊，新歌來，羅伊灣咁寫啊。柴米檳榔哦，我今日就木架笑，大家好啊 ，All right， 你 no 25啊 ，25啊 ，I see， wait 啊 ，yes go。狂高山或太海有风浪，此力江山，男兒當自強，大義命同做伴大家看。藝要淡石起來也唔狂，壯言要志氣天作要希望，少壯放光來發歡圖強，浪子歸條氣戰業活完，做好漢。拳打惡霸欺負我同鄉，大家來幫，叫我同鄉做好漢。腳嘅慢燒500惡豺狼，要惡豺狼，氣的熱狂，矛同鬥神行熱湯，唔怕對手有援幫，隨時犧牲來打喪，發誓做一隻好漢。開家鄉，曲此出氣創啊！狂高山或太海有風浪，此力江山，男兒當自強，大義命同做伴大家看。藝要淡石起來也唔狂啊！壯言要志氣天作要希望，少壯放光來發歡圖強。浪子歸條氣戰業活完，做好漢，拳打惡霸欺負我同鄉，大家來幫，叫我同鄉做好漢，腳嘅慢燒500惡豺狼，要惡豺狼，氣的熱狂，矛同鬥神行熱湯，唔怕對手有援幫。隨時犧牲來打喪，發誓做一隻好漢，做好漢，拳打惡霸欺負我同鄉，大家來幫，叫我同鄉做好漢，
毛孔刀山行熱湯，唔怕對手有완放，隨時犧牲來打爽，發誓做一陣好。今天一班田公司要出埋了啲橄欖，阿發，我做工阿發，這你車，今晚啊，攝少啊，都唔有中班期呢，一好消息嘛，一動潘歐陽精強 ，David， 來喝酒，哇！这样久了才过了15分钟，今晚上要怎么样顶？你们顶啊？得强，你们顶的总条啊？顶啊？顶有乜東西頂哦？可能買下來啊？只係而家銀行要入錢來因為按腳啊？啊？要銀行便宜話，可能係咩樣？49934咩喎？咩997？咩慢腳啦？慢啲 ，OK。好啦，講到來講啲東西哈，你睇下，因為我好朋友曾國亮啊，你同我講，少哥，我給個題材給你，在新加坡有個婦女啊，正所謂上得山多終遇虎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。來，新加坡有個婦女自認是抵抗力強啊，哇，每次出門呢不戴口罩的，那好心人勸她呢，一定要把那口罩戴好。她反而問了，你對方是什麼單位的啊？你有沒有那個 page 啊？有冇身份牌啊？牌啊，帶兩牌 page 啊，甚至罵對方啊，不要干涉他的自由。他今天果然給有牌警察抓了。報紙今天新加坡的頭條，聽說他還是一位前女軍官，你看下。哎呀，我跟你講阿嫂，你那邊是新加坡，不是我們這裡馬來西亞。在這裡呢，你不戴口罩是你的事，重病死了也是你們的事。潮州音樂啊，嘰嘰咕嘰嘰啊，我們這裡。以為是有點哇幫格了以前啊，倚老賣老。不行啊，新加坡不行啊 ，Lisa， Lisa， 蔡玉係咪？連希望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客家歌王，我看見講什麼甘什麼甘，哇，這名字非常，黎潤發，顧潤發好叫網友來，顧潤發，這麼擦，你們有聽到沙嘎叫有嗎？有嗎？還玩意還鬆了，什麼東西？不知道了啊！來了 ，Min Ping，OK， 我唱一首歌，這首歌找音樂先啊，看看，想當年，等一下，講一點歷史一下，何光偉。想當年幾十年前啊，我製作禮儀有首歌，應該是我製作不是，天倫歌那張，有首叫初戀詩，他唱得太好，很多人模仿他，尤其是那第一句，我發誓不再去回想你。整首歌我教他一句罷了，他本來想我發誓不再去，我講你發誓看下 ，OK， 我發誓，
哎，你对老婆发誓这样的、啊，老婆，大声点，我发誓。对了，就这样唱了。我发誓不再去回想你。我是讲真的、啊，不是开玩笑的、啊。等下李毅会来找我了，跟你讲。哎呀，没有酒了咯。啊，换没有酒了，开到关系。客家人嘿有了。来唱首华语歌，怀念一下李毅初恋时。我发誓不再去回想你，你当初走得太无情，留下了一个梦，一个幻影，这叫我年年都回忆。我发誓不再去回想你，为什么总是要记起？都为了你给我初恋的事，这叫我心是爱哭泣。在那个黄昏里，你为我写下诗，像春风吹进我心底，一句句一声声唤起我初恋情，它是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难忘记。我发誓不再去回想你，为什么总是要记起？都为了你给我初恋的事，这叫我不再想念你。OK 了，太阳本派了。在那个黄昏里，你为我写下诗，像春风吹进我心底，一句句一声声唤起我初恋情，它是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难忘记。我发誓不再去回想你，为什么总是要记起？都为了你给我初恋的事，这叫我不再想念你。上 OK 吗？吴文龙，我很少唱华语歌了。你唱太多客家歌，我又没有这样多客家歌。今天像歌神，掌声鼓励啊！喝酒。来少空 ，Steven Chan， 来源法分享出去啊！今天是苏朗博书店啊，很多人做直播，我知道分散了很多人，不过大家一直支持我啦，在500-600人之间呐，不要讲钱，讲钱是感情，好吧 ？OK， 那很多朋友问我，少哥你打金毛啊？来讲啊，来，如果在每一届呢就打，我在美国就会打，为什么？因为最近美国打疫苗了，可以抽奖100万了。哇！如果抽中100万，发达了。我们打疫苗可以抽奖啊！美国，因为美国人不打疫苗了，所以呢逼他们啊抽奖。现在马来西亚开始应该要抽奖啊，可以抽奖啊！我马上就登记了。
因为爱说大马的疫情啊，没有最高，只有更高，真的难免那些前线人医护人员真可怜，可怜谁你知道吗？那阎罗王的2个牛头马面啊，世界上才2个人啊，每1分钟就要接一个鬼魂下去啊！你说他们累不累？你说他们累不累？何亮、裴亚成，你说累不累？马来西亚不累，哈哈哈！哎呀，真的奇怪了那种啊！打疫苗100万，大家再分享一下，还没有看到6字头啊！那新冠肺炎死人都死很多了啊！立主又来了，立主来，裴亚成，来讲到这个政府啊，我就写了一首歌。这首歌呢叫做《冚唪唥去荷蘭》，因为每个做官啊，又贪污啊，吃钱啊，一大堆所以每个人都骂杂不太郎，像他做官样都唔干啊。如果下届大选呢，我们再做他一单啊，送他们去荷兰，找音乐给你，新的音乐呢，不是开玩笑。我叫阿 K 做的，阿 K 做真人的，来 ，Go， 好歌。Come on， 這個歌一年都唱。信用開銷了樣都來慳，真係嚴公真係攞命，家中劇少了米醬醋鹽，難道太些雙房都差，到處空的鬼都講毛樣，隨天注定了真係攞命，嫌你老闆啊蝕錢蝕到驚，這家都愛玩挑戰。樣樣都是淚，打鼓係最出名。看起阮政府越玩越辛苦，雜個沒太人。冚唪唥都終於做太官，得唔斷，想係為了出名。下屆我太閒，又做一太單，送給了你荷蘭。送給你荷蘭。這個歌年年都唱，信用開銷了樣都來慳，真係嚴公啊，真係攞命，家中缺少了米醬醋鹽。太些的雙床都差，到處空的鬼都講毛樣，隨天注定的真係攞命，嫌你老闆啊蝕錢蝕到驚，這家都愛玩挑政府，樣都是淚，他不係最出名，看起阮政府越玩越辛苦，雜個沒太人。喂，冚唪唥都終於做太官，樣都唔幹，想係為了出名。下屆我太閒，又再做太單，送給了你荷蘭。這家都愛玩挑政府，樣都是淚，他不係最出名。看起阮政府越玩越辛苦。雜個沒太人，喂，冚唪唥都終於做太官，樣都唔幹，想係為了出名。下屆我太閒，又做一太單，送給了你荷蘭。謝謝你荷蘭。
哎，好中意阿叔我唱樣歌啊！剛才送嘅你去荷蘭啦，入嚟睇嗰啲人參阿輝啱啱，對對對，勁廖芳芳，勁李桂龍，哈哈！分享最喜阿首歌叫咩？好多自家做新歌，有空李金又來了，喝酒了，來分享啊！謝謝你一連一。馬波羅面身要驚，要來啦！小溫浪，OK， 嗱有啲歌咧，嗱有空中一半曲，所以有些歌我特地啊，把它弄到很不像樣的呢，不像我自阿 K 打得已經很美，剛才那個哒哒哒哒哒，送給你荷蘭 ，Thank you， 中場鼓勵。咩厲害？係好厲害，你好夠厲害，李桂龍啊，嚇嚟，這個點人嘢啊？再見睇神，真係好聽意料啊 ！OK， 我請你分享出去，送架掉去荷蘭 ，OK， 對，誒，佢哋買東西啊，依我啦。一定係睇到頂講醫護啦。OK， 你收到101流啊，101來福壽。OK， 1塊也是錢嘛。第二個10塊錢來自東金蓮，鍾金蓮，唱下音就多唱嘢，多唱嘢，掌聲鼓勵，掌聲鼓勵 ，Thank you 。你不要說一個人1塊錢太有心了，一個1塊啊，500多個啊，就500多塊的 ，OK， 分享出去啦！我今天這樣狀態這樣好，安哥先今日一天表示下子很多新歌哦，安哥先好像乜嘢啊？愛人愛着 YBB 三立哥哥總共表演看了，俺哋看怎麼樣？好，你同來講下子啊，分享啊，天泰，謝謝你。張大哥你好，我是來自沙甸朋友陳國偉，陳國偉係喺 YB 來喎，謝謝你啊，廖慶來，多謝，來，好，今天大家好，昂妹點唱武打春天裏，喂，昂妹還在咩？昂妹是我的師傅來的喎，多謝今年。昂貝送給不利人，是我們的兄弟，謝謝。昂貝成名曲《春天裏》，每一次歌唱比賽都拿第2名，啊，第1名誰呢？第1名當然張幼玲啦，或者曹等強啦。哎，我又重逢到送給不利人了，10萬人看了，哇，這樣厲害呀！哇，我輸了50塊給那個阿倫修。我說最多就到4萬罷了，10萬人看，是什麼概念？10萬個人哦，到底他們題材是想什麼？哦，他們是網紅 YBB， 還有一個主持人，還有一個三立哥哥，當然啦，你以為阿少哥哥咩？啊，你是他的外甥啊，吳達坤，陳整人。他的外甥應該姓陳的啊，他妹妹的兒子啊。哦，他妹妹嫁給人姓吳的。OK， 好，謝謝你。110千人，先進110千人啊，11萬啊，哇，好厲害哦，好厲害啊，好厲害啊！但是厲害又怎麼樣？啊！也不當我600多個人很會欣賞，會拍手，啊，還給我1窩的，謝謝你們，人不在多的，跟你講啊。Roy 來了 ，Roy 嚟咗，嗨，多謝你 ，OK， 掌聲，哈哈，來唱首《重逢》，這個音樂不美了，特地弄個不美了，走。
上好像一场梦，像马街都变空，梦到发财，好快乐做富翁，随意一高又转空，天上好像天作弄，毛里荷包一呀空，有爱是苦，一世话面好红。上年三推的船着路，要敗咗了。天開人家發攤，這天那獨也風，前多偏地重，如水一九龍，何必見咗拍熱夢？大家努力搏命衝，總是有年日月富貴活同，龍船風但是有點風，中山隊，7，新點新。好像天作用，毛里荷包一呀空，有愛是苦，一世話面好紅，三二三開得船着龍，健康人家發他，這批那獨也風，前多到偏地重。如水如龍，何必見咗拍熱夢？安那唱，這家努力搏命衝，總是有年日月富貴活同，龍船風但是你有點風，龍船風但是你有點風，望風。龍船風，但是你有點風。一講到單詞力，我想到那個富貴山莊的單詞力礦什麼去了？礦漢光，是吧？哎，朋友，我富貴山莊不要賺你們的錢，你們要保護好自己呀！啊！我去年呢，1年才做1-2單這個新冠肺炎的屍體，今年呢差不多做了20多單了，很難做。他講，希望你們自己保重自己啊，別拍拍照。Good， 他講的話對，但是，唉，總有一天也是等到你了，花了。在珠海啊。有個現象，我看到報紙啊，珠海，中國珠海，廣東珠海。如果你去街上 shopping 啊，或者你買了票，看戲時還沒有到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在商場裡面啊去打疫苗的，不用預約的，只要你有身份證啊就可以了。你像人家的到處都可以打疫苗，免費的，不用排隊的。我們。你 scan 了，買一些 Cetera 也要等6個月啊，對吧？好，其實這首歌我在5年前已經寫過了，是沒有拿來唱罷了。哦，那還有一首很優秀，我。等到花兒也謝了，你知道這首歌誰寫的？好像是古月寫的。古月的原名叫做左宏元。Hi, what's good? Happy your home church. OK, thank you. Kenny Pang。左宏元就是我們立豐一個作詞家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我們老闆呢去了台灣啊。左宏元的富士堂，因為我老闆台灣沒有家了嘛，
轮秀其实要寻伊啊 ，MCO 过后还寻伊啦 ，OK， 然后辣椒酱一流呀 ，OK， 就住在 hotel， 那 hotel 最好的来酒店，你知道吗？台湾来酒店很贵一下，好像喜来登这样的来 ，OK， 就老板跟我讲，为什么会写到我等到华尔街歇了？因为左宏元也是男人嘛，对不对？就打电话叫美女来咯，应招女郎啊，就两个人在房间里面等很久。喂，老板怎么这样久呢？那个叫什么？刚刚那个应招女郎叫做花儿啊，好像是叫做什么花我忘记了。哎，这样啊，既然在等啊，古月，你马上写首歌，给你5万块台币。哎，5万块是5000罢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马来西亚写歌5000的有谁？张少林啊，OK， 写噔噔滴噔噔噔，哎，写一下好像有敲门声，哎，不要管那些，哎，来了，哦，对哦，有灵感没有？有灵感了，有副稿，老板，等我搞掉我再写。结果老板在看罢了，反正那搞掉那边可以关火了嘛，对，两个床来，哦，可以拉个什么矮的屏风这样啊，搞掉了就走了。老板，我想到这个歌了，你已来了。园里的花儿开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再不来，鸟儿也飞了。你听嘛意思嘛？再不来，鸟儿也飞，就硬点到演员。老板鼓励。这个老板跟我讲呢，那老板也去世了啦，死无对证了。哎，金钱给你了，借我了，哪里的钱？1块钱、10块钱，没有啊，没有新的了啊。啊，我这下里面唱了歌先啊，这样戏可以看哦。马布罗，来唱这首歌。这首歌本来音乐不知道谁的音乐啊，应该是。QQ 啊，少个金钱的，金钱哪里？跟我讲，我的户口还是依我的？唱完歌先。29 ，OK go。一定有中版权的这首歌。不要紧，这版权删掉的，都很好听的，他嘎到对。从来没有听到。要变心爱永永地道，往日嘅安心已通遊。食材嘅喪心愛好逍遙，歡笑嘅不需要，愛擔心痛苦已來我地道。失眠也講伊心操勞，失眠也講伊心操勞，自爽啊嘅心地道嘛。到底好湯冇？
啊，真的有谭阿叻啊，我看一下，谭阿叻。哦，等一下啊，什么叫号啊？哈，譚亞叻，因為16號咩叫咩啊？我想黑哦，黑喎，山用，我唔得事，邱國良啊，國良20球，譚亞叻5球，葉水康20球，高西昌5球，山用菜5球，哦，條寫嚟富少1球到這樣兒，湯金蓮啊，湯金蓮10球，何冠威10球，thank you。哎，還有10球來一個，還有這10球哦。點解啊？點解這樣 ？OK， 哇，真係好有同情心嘅啲，嗬。10球1球，可能從 show 差唔多10個，係相當平，啱冇？愛五碟要來啦，啊，譬如愛五碟啦，羅一灣，愛五碟啦，中國有紙片，然後呢，一個禮拜4先3月100-200收過，一個禮拜600，後隨落水少埋啲爛柴咯，超係瘦晒嚟講，阿影講，啲影講啊，肥絲咯，係咯，都唔得200條啊，肥絲咯，影講。其實係本來咧，一前頭一條財路啊，醫藥費本來愛唔得嘅，就以前係對裝修一隻遠進嘅錄音攝影師，或者同隻遠進嘅老闆一隻負責做紙線那隻打獨立。哎，我有個朋友很辛苦，洗腎沒家道又不大好，這樣啊 ，OK， 你把他的醫藥報告啊，什麼鬼啊，家庭報告啊，全部拿給我，我跟你辦 ，OK 啊，又發達咯，我哋最少都要1萬 Q 啊，冇到2個禮拜啊，仆街啦，雲質遠進都 cam 佢啊，一條街都見得唔知出嚟邊啊，唉，算啦，今天就咁嘅。啊！而最重要講係唱俾人聽點解呀？啊！而最重要趙曉嘅禪生，趙曉嘅禪生，哎呀最想你。小國叔嘅愛，紅天光，寒風千吹。無心專家不歸，憂傷到自家，孤單為了誰？往事不想記，想你講來也心碎。迄錯迄對有賣所謂，人家變心冇辦法愛惜佢。要看到人家豔陽兩相隨，好夢最理想，相愛相依也心碎，只為忘記再染是背廢咗，哎呀最想你，哎用最心冒醉，一想到你。再多一杯，孤單單可以安醉，寒記的有一回，歡樂一切相碰杯。這個裝上了阿輝500的心情，謝謝我的心情，再接再厲。
寒风清吹，有心专加不退。又看到人家孤单为了谁？往事不想起，想伊讲来也心碎。最爱忘记，再失配。人家变心，冇办法可释开。那看到了人家艳阳两相随，后梦追忆想，想来想去也心碎。最爱忘记，再失配。哎呀呀，最呀呀最想你，爱用最心冒醉。一想到你，再多一杯。我妈妈在看我，很惨啊！孤单单我饮寒醉，寒记得有一回，欢乐一切相碰背。最想你，用最心冒醉。一想到你，再多一杯。孤单单可以寒醉，寒记得有一回，欢乐一切相碰背。多谢，我妈妈差不多100岁了，没有睡觉，还看我做直播。我妈妈不在我身边，我妈在乡下，在Bukit Blanduk，MCO 也不能回去看她，只有在视频那边看一下了。一个100岁的老人家中了 COVID， 住了7天就复原了，那种。阿婆后悔你啊，那种阿婆困来做 live 啊，我妈妈当每一个子女都心甘了，真的，因为我事业怀胎嘛，我在她的肚子里做了10个月，现在慢慢要还这个房租啊，永远都还不完了，老讲，啊。所以趁他100岁还健康，要买点东西，好好照顾他，啊，给他补一下身。真的中了 COVID 啊，身会弱一点。但是医生讲他，your mother very healthy man， 那种你知道吧？阿婆今天啊，好刮人眼来啊。OK 啊，希望他长命120岁，你不可以讲长命100岁哦，他刚刚100岁哦，然后回去来骂我了，知道吗 ？OK， 好，酒后的心声，真的是，要唱福建啊，我可以唱福建的，来，反正还有时间，唱福建的 ，OK， 下一段就好了。山明海誓，但仍然有情转。为怎样你偏偏来变卦？我想为了你哪会这喜欢？欺骗了我，刺激着我，石头会烂。请你来相信我，最后的结果也是无较大。真心也就到，雄雄一嘴啉无干。上好最是莫过我，我无。
请你不免同情我，就那落后听入心肝。伤心的伤心的我，心情无人知影，只有烧酒同情我。掌声鼓励一下。太久没有唱福建歌哦。山明海誓，人两人有酒泉。那有首歌，10点了哦。来，这首歌叫《苹果花》。我上个礼拜唱第一次，秦勇给我这个音乐，没有中版权。前天我又中版权了，这个版权公司是怎么样搞的不知道，给他害死了我。哦，没办法啊，真是没办法。苹果花，所以今天呢，我特地呢弹吉他。看下版权工会呢，听说那都江梦呢也刚失去亲人哦，节哀顺变，节哀顺变，很多人最近也失去亲人。来拿起吉他一下，哎呀！苹果花。现场看下版权工会会不会诉我？有奇啊！几多去了？几多样？1以上。每年相遇，爱好奇，又弹又唱的唱。你才来爱讲爱你，今世不会忘了你，除了阿妹有两鬼我都不来饲。就迄爱情伊不惊天欲拄落雨，欲迄草丛林高山啊天苍爱彼此阿莫，就是爱讲爱你，阿哥，这心痛的卖言语。相遇，爱好奇，你才来爱讲爱你，今世不会忘了你，除了阿妹有两鬼妹都不来饲。就迄爱情，伊就不惊天欲拄落雨，只落到丛林来高山啊，天苍爱彼此阿莫，你用心照照戏，阿哥，这心痛的卖言语。
外人地，有外人地。哇，很多的。如果这首歌再中版权了，不用唱歌了，我不用唱歌了，哦，奇峰，是阮江南1个小时啊，很快过1个小时啊，来，唱多冲我条 ，OK， 好久冇唱一首歌，听下应该张去安放，还忙去，还嘛 MCO， 爱听啊，唔错啊，50颗星星，谢谢你啊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安放用豆腐。爱歌添甲亮，用国球都唔晓上，用球富有新鲜，来包有甲亮，唔言老早家啊真的好听。那做学东西啊最硬汤，我的印象只个用球亮，用球富迄牙流啦，暗放水出亮。讲彼道有空啊，冇开听。谢谢大家今晚上多谢你，多谢我的新主。那唱好 ，good 啊 ，nice 啊 ，thank you。爱你我都不是讲，别爱那老师讲唔通。用跳舞最汗对啦，暗放最出亮，人生过得过我好听。人啊，句歌啦唔言爱歌添甲亮，用国球都唔晓上，用跳舞有新鲜，爱包有甲亮，唔言老早见啊真体好听。讲实啊最硬汤，我的印象只个两条亮，用跳舞的牙牛啦，暗放最出亮，伊讲伊道有空啊，冇开听。good 啊！good 啊 ，thank you。Come on say， 句歌唔言爱歌啦添甲亮，用国球都唔晓上，用跳舞有新鲜啊，奶包有甲亮，唔言老早见啊真的好听。讲实啊最硬汤，我的印象只个两条亮，用跳舞最汗啊泪啊，暗放最出亮，伊讲伊把哎呀又冇开听。Thank you very much， 是我暗放用豆腐毛。以前好像《三国前一片》啊，看那边哦有潜力啊，都唔知道，球以前一片啊，
哎呀，讲起来物价讲起重啊！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，山谷的风，它陪着我哭泣。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，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。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。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，穿越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，断绝了所有的消息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？毡房外又有驼铃声响起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。夏利旺，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。吼吼！清唱应该是没有中版权，你放音乐就糟糕了哈。连那绿岛小夜曲啊也会中版权的。Hello, Blow, yes, good morning, thank you。好，听过哎，以前我这位表弟啊，查理啊，他是我们红星乐队鼓手，后来跑去美国发展，现在想得好，那时候红星啊，在大歌厅啊有百天鹅啊，唱首百天鹅给他聽一下。白天鵝樂隊，查理呢個白天鵝咧，5條友咧就掛咗3條啦。打 lead 嘅 Alex 你知啊，阿 Jimmy、drummer 呢3個掛咗，剩翻一個傻佬仲喺度，但係身體唔係幾好。仲有一個呢啲強張小蘭阿修哥，嘿呀龍精虎猛啊！掌聲鼓勵，唱首白天鵝俾我老表聽下。真係好嘢啊！好嘢，嚟啊 ，Go！ Charlie！ 唔識話你傻，行運成個馬來西亞香港又去咗，大人又還是細佬哥，知道白天鵝，個個齊心，個個合作，冇錯，揾到銀紙，個個係幾妥啊！平時嚟練習咪錯過，真金不怕紅爐火，大眾唱支歌，稱讚白天鵝。
去咗，大人還是細佬哥，知道白天鵝，個個齊心齊心，個個合作冇錯，揾到銀紙呢個個係幾妥。平時練習咪錯過，真金不怕紅爐火，大眾唱支歌，稱讚白天鵝。齊心齊心，要個個合作冇錯，揾到銀紙個個係幾妥。平時練習咪錯過，真金不怕紅爐火，大眾唱支歌，稱讚白天鵝。紅星樂隊，大眾知道紅星樂隊差啲係鼓手，好啦點啊！OK，very good 啊，好，好了，来，现在我讲点故事啊，不是讲点新闻，一直唱歌啊，唔掂哦，你笑看风云啊，一定有版权啊，这首歌，整修抄了吗？以前印度人很信神啊，什么鬼啊都靠神保佑啊，就好像有个印度人啊，他掉下河里面，有人给他一块木板，哎，不用，神会来救我了。然后另外有个人给他救生圈，哎，他不用，难了，完了啊，神会来救我。结果呢，最后淹死了。现在的疫情啊，在印度啊大爆发，很多人呢。像不信神啊，把神像丢进河里啊！你看到视频嘛？因为神救不了新冠病人，我们在这里染了新冠病毒，没有一个人敢去求菩萨喝符水。我们华人直接就进医院就隔离了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我唱佛歌，你们不要笑啊！不要笑，掌声。有一首歌，我上次唱也中版权，叫做《怀念》。我现在特地呢找首音乐呢，很沙声的，看他会抓到我的版权嘛，叫做《怀念》啊。我特地把音乐录到不好听，现在，查理问 ，Come on, listen the song. I miss you 这首歌叫做 I miss you. Go. 青山外远一青山内冷清清，琴声扬，破寂静，深深打动了我的心，想起了他，勾起了情，才深深留下他的眷
留下他的倩影。到如今，人儿呀，天涯何处去找寻？忘了吧，鼻儿一酸，泪珠儿湿透一襟。我给大家演了。其实我很喜欢唱李煜的歌，因为我给他制作2张唱片，最后2张《天伦歌》3年，可是就找不到他音乐，这音乐全部是立峰的哦，好潮呢，特地给弄潮那个版权，他抓不到我这个音乐是谁的。我现在来一首不大潮的了，我自己set 的organ set 的，李煜唱的《等我那一天》。来 ，come on， 来，今晚上最后一首歌。那凌空越过的眼睛，一个来自北方的海岛，那里有我亲爱的姑娘，她是否爱我依然？你说人生就是战斗，别辜负美好时光。摩登线排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姑娘，姑娘，还记得那临别誓言。姑娘，姑娘，你要等我那一天。那凌空越过的眼睛，你来自北方的海岛，那里有我心爱的姑娘，她是否爱我依然？你说人生就是战斗，别辜负美好时光。摩登线排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姑娘，姑娘，还记得那临别誓言。姑娘，姑娘，你要等我那一天。很漂亮啊！歡樂今宵再會，各位歌友晚安。真的沒有聲音了，殺聲了。謝謝大家的支持，今晚上。為天感痛，地感痛，做嘅唔曉感痛而所以冇啦，今日啊要落水田早就算了。好，多謝各位，謝謝你們的信心，謝謝你們的依我人。後會有期啊，我會跟大家講幾時再來直播。晚安，謝謝大家 ，Good night。查理，早晨啊，查理。